咱即摆吼开始1分钟，即摆要请迄个廖启荣夫妻，好不好？廖启荣夫妻，还有那个严明辉夫妻，那请上台，好吧？请上台。还有王朝阳夫妻，好不好？咱吼爱家己鼓励，这个长辈要叫伊徛来台顶是无简单，拢甲讲丽华拜托，唔好叫我去。啊，我讲无要紧，大家咱来写熟识吼，所以我一定甲因答应啊，讲我一定吼袂互你头壳痛，我一定甲你问足简单的问题吼。所以咱爱一个一个甲鼓励，来，我们先请那个廖启荣先生。咱互因莫爱紧张吼，咱先来唱一条歌。我先放这条《你侬我侬》，咱会晓唱的人就同齐唱，好不好？你侬我侬，可杀情多，情多处人如火，沧海可枯，前世可来，此爱此情永远不变。把一块泥捏一个你，留下笑容是我长衣，再用一块做一个我，常对君旁用伴君侧，将咱两人一起打破，再将你我用水调和，重新活你，重新再做，再捏一个你，再塑个我。从今以后，我可以说，我你中有你，你中有我。大家拢知影这条《你侬我侬》，我唔知你听过无？人家改歌词，讲你侬我侬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再说一遍，还是不懂。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我唱一遍互你听好不好？啊，我唱无好，我就大家包涵哈。你侬我侬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。再说一遍，还是不懂。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所以大家爱知，你嘛搁想过细细人吼，像阮先生嘛两下细细人，我讲现在啊耳朵礼拜天啊耳朵聋了啊，所以大家互相来，即摆咱开始第一对，啊，过来，咱要请问这个王朝阳跟阮玉成，你有发现我这个太太足水吼，安控的玉米吼。王先生吼，这个感情嘛是太太较爱讲话，先生较无爱讲话。王太太就甲讲吼，吼你莫甲我问阮先生，阮先生是足古意的人哦，伊是老实的公务员，佫无食阮公务员酒，伊足袂晓讲话吼啥，所以我是太太可能较高。不过先生吼，总是你袂晓讲话，今仔日这个场合无共款，你共款，我是要甲你请教。我听讲恁妈妈是啥？走山鼠了。啊，哎，妈妈走山鼠，伊就知影讲，我一定来带一个吼，做护士来做媳妇吼，来甲阮这个乖囝顾较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做护士。啊，所以我要甲你问讲，你有定定拢假破病无？啊，无啦。无哦，干嘛呢？啊，我知影讲你带来护士，你一定定假破病敢？我唔敢。你唔敢哦？这个先生袂歹，OK， 你唔敢啊？那我放你去啊！我来，咱先和这个王先生对太太讲感谢的话。王先生，你拍谁？伊是69年哦，无简单69年。来，对太太感谢你60年来他怎么样？安怎甲你照顾？安怎甲多谢？你甲伊讲，唔讲，甲我讲。亲爱的，谢谢你。
简洁有力，亲爱的，谢谢你。多谢，啊，我亲一个，咱就嘛照规定爱亲一个。这个王太太吼，我看到王太太是我来中国发展，我看到一寡人吼，我足有印象。我看伊甲这个互恁叫有共哦，足共吼。我看到这个，我就想到王太太哦，伊永远就是打扮漂亮。伊甲我讲吼，王太太你拢穿甲诚水，讲啊难得来遮会当看到遮济好朋友吼。伊讲当然嘛，拢装较水，所以大家爱装较水，我就会记你恁吼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即摆这三队吼，要同齐甲咱表演一个节目，我煞袂记歹势。是我的目的，就是要大家欢喜哦。后壁我嘛互恁歹势哦，家己发心哩。多谢，为着这人欢喜，咱小可忍受者吼，多谢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这是三对夫妻，咱要甲献上。你侬我侬，我耳朵聋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懂，再说一遍，还是。你说你爱我，我就听得懂。你聋我聋，我耳朵聋。你说什么我听不懂，再说一遍。